我哋每日打卡出 post 記錄生活，其實都係不自覺咁樣回應緊一個問題：我今日存在過嗎？而何元溫用獨特嘅藝術語言提出呢一個問題超過半個世紀。何元溫係概念藝術中代表嘅人物之一，佢透過系統性嘅日常儀式作為衡量人類存在嘅尺度，將焦點放喺對於存在本身。佢最為人熟悉嘅日期繪畫系列，由1966年開始都係畫翻當日嘅日期，用顏料、畫布呢啲咁簡單嘅工具去表達自己仲喺度，仲存在。呢一種做法好簡單，但係其實背後呢，就係一種對時間同埋存在嘅深層次反思。何元溫嘅創作方法論啟發咗幾代嘅藝術家，例如歐海林嘅11個365日，精確嘅粉彩色格仔對角線代表11年嘅日子，將日常記錄轉化成存在嘅詩意反思。楊振中嘅我會死系列，揾咗過千人對住鏡頭講出我會死的，某程度上都可以視為對何元溫我還活着呢一種強迫性自我披露嘅反面回應。大館舉辦何元溫自由之律，律之自由嘅展覽，將係佢離世10年後大型回顧展，展出佢超過半世紀嘅創作。佢對於時間、存在、人點樣喺世界上留低痕跡嘅思考，直到今日都同社交媒體打卡文化相關，好值得大家嚟親身體驗。